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收看今日嘅客家名录方言，我是今日嘅主持人阿松古图师中。今日老大家收嘅嘅主题是上家门。上家门系乜嘅意思咧？就係方言講嘅打招呼、問候的意思。相信大家對於呢上家門呢個主題聽出唔可以上半，今日分咗5段，老大家聽下來收嘅。第一段老大家聽下來分享係講，你路上遇到當久冇看到有熟悉嘅人嘅時節，我用白言老去上家門。第二段係講，你學校冇生意衝動嘅，結果實發現係當久以前嘅同學。第三段呢，老大家收嘅到嘅係講學生嘅老先生之間，我用白言來上家門。第四段相信大家了解嘅就接上發生出外送服務。所以講咧，你遇到外送員嘅時節，我用白言老去上家門。第五段我要老大家來複習今日所有嘅學到嘅詞彙還有記憶。相信咧上家門咧，大家平常是接上都會遇到，唔過遇到熟悉人，還個遇到無按熟悉，還係當久無看到嘅朋友嘅時節，上家門嘅方式就無窮樣了。像我自家假使平常時係當接上遇到呢種朋友，我就知佢平常時發生哪啲嘅事情。唔過係當久無來去嗰種聯誼，也係當久無來往嘅朋友，真見遇到嘅時節，唔點樣解釋真好咧？今日課程希望大家用到無窮用嘅詞彙，還有記憶來收記而設噶。向下來看一下上家門會遇到哪啲事情了。